邊個話成王敗寇㗎？輸咗當贏啊！卿姐鬧，即係市民唔知又好地地，佢一知咧成個跳起㗎。咁所以你話你政府幾衰，你搞啲嘢即係唔可以瞞天過海咯。連民建聯都係咁講。成個 replacement 嗰個 mechanism 而家爭議最大咧，我反而覺得咧就係我哋剝奪咗補選嗰個權利，即係我哋剝奪咗你哋補選嗰個權利。政府為封殺5區公投再度重演，搞咗條咁魔鬼嘅替補方案出嚟，剝削香港人補選議員嘅權利。各位係時候了解下呢條惡法啦。假設有5張選票嘅候選人，3個當選，輸嗰2個淘汰出局。點知當選人有個出缺，扣埋當選門檻嘅選票基數之後，就揾得票最多嗰個落敗者頂上。佢隨時唔係選民心水喎。大律師公會話齋，補上嗰個隨時得1票㗎咋。喺替補機制之下，都有機會變贏家，咁樣係違憲。仲唔明啊？嗱，攞08年立法會選舉舉例啦，九龍西最高票係民建聯嘅李慧瓊，如果佢唔撈，就由落敗最高票嘅毛姐頂上，民建聯喺呢區就1個位都冇噶啦。人龍琴日終於出聲啦，不過記者都未問完就走唔切啦。咁當然呢，我哋係尊重佢嘅意見啦，但係呢，我哋即係包括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啦，即係個政策局啦，同埋律政司呢，亦都係喺上個禮拜呢，就大律師公會嘅意見呢，我哋係作出咗書面嘅詳細嘅回應嘅，解釋咗點解呢喺一啲嘅相關嘅法律嘅概念裏邊呢，我哋係得出一啲唔同嘅結論。咁呢，就喺呢度呢，呢方面呢，我冇其他嘅嘢呢補充。好禪啊！政府消息話研究緊7日前做讓步修訂。大律師公會指草案如果通過嘅話，市民好可能提出司法覆核，而律師會最快今日要求政府撤回草案。一班專業人士後日會聯署，呼籲不同專業界別7日齊齊上街反替補機制。